一套電影點解可以由上映初期票房得7000幾蚊，突然爆升到千萬級？呢套就係最近熱議嘅《牛來》。據網上流傳，《牛來》由一對母子花咗5年時間製作，成本極低，冇大牌演員，亦冇大型宣傳。初上映時畫面粗糙，節奏古怪，幾乎無人問津。但正正因為佢太特別、太尷尬，反而引起網民好奇。大家由千祈唔好睇變成我一定要親身睇一次。越多人吐槽，越多人入場，最後形成一場集體網絡狂歡。更加有趣嘅係，對唔少股民嚟講，《牛來》呢個戲名本身就充滿想像。經歷一段低迷市況，大家最期待聽到嘅可能就係4個字：牛市來了。所以有人將《牛來》睇成一個好意頭，熊市過去，牛市終於到來。電影入場券某程度上亦似係買咗一張情緒彩票，寄託住大家對翻身、反彈同好運嘅期待。當然，《牛來》未必係傳統意義上嘅神作，但佢成功捕捉咗兩種情緒，一種係網民越離譜越想睇嘅獵奇心理，另一種就係股民盼望牛市重臨嘅集體願望。由7000蚊到千萬級票房，《牛來》未必真係預示牛市，但至少證明咗當一個故事撞中時代情緒，連一頭牛都可以衝入電影院創造奇蹟。而呢個故事亦未完，總導演舜宇萌5年磨一劍，先有《牛來》呢部作品，亦繼續向電影夢出發。據導演資料顯示，下一部大電影《羊羔》而家正製作中，究竟下一次會唔會有創造另一個奇蹟？我哋拭目以待。資料提示：片中票房、製作成本等細節主要來自網上流傳，正式發佈前建議以官方或票房平台數據核實。片中牛市來屬文化及情緒解讀，並非投資建議。